2004年，新界喇沙中學10個參與欺凌嘅學生，因為毆打同埋普通襲擊等罪名，被判入更生中心、勞教中心或者禁化。曹乜當年報導。有家長同學生到場聽審，離開時有學生唔想接受訪問，同現場記者發生衝突。有親友就認為判刑重，好心痛咯。細路仔嚟讀書，點解學校發生咁多事，學校唔解決？嗱，根本上你哋讀過書㗎，學校好多都有㗎啦。細路仔玩糾紛。不過有學者就認為法官嘅判刑可以令到青年人反省恃強凌弱嘅態度。所謂欺凌行為並唔係真係落手落腳打咁簡單，而且係企喺側邊啦，恃強凌弱、以多欺寡嗰種嘅態度，都係要被指斥嘅。咁所以成個信息好清楚㗎啦，即係我哋希望咧係睇到嘅家長同埋年青人咧，都要去反省自己蝦蝦霸霸行為，就唔好以為玩玩下就冇事，因為咧佢帶嚟受害人嘅傷害，同埋帶嚟對學校社會嘅傷害都係非常震撼嘅。